哦，咱的心境内底呢，到底就是因为咱有通亲像，所以讲在无形当中呢，却互咱有真侪的无明，真侪的烦恼，真侪的执着，咱无法度通去拍开，而使咱伫来困扰，伫咧艰苦。咱在创作内底呢，就是有记忆。 用色、妄言、甲福卡，意义呢，也就是讲花言巧语的话。两性呢，就是讲一个喙，但是呢有两个齿。意思是讲伫遮讲安尼，伫遐讲安尼。那妄言就是讲无确实的代志。 我靠，就是讲爱骂人的话。在生活内底呢，咱的考验呢就占4项，这是咱修道的人呢，袂当无去家己谨慎的。咱在咱的事业内底呢，咱所犯的就是会有杀生、偷盗、杀淫。 在事业内底就是有杀盗淫。如果讲呢，咱犯了这个事恶业了后，咱拢毋知影要忏悔，无有反悔心，无想要去家己改过，咱呢，这个过失就会积存在咱的身躯，还是咱的心中。当然，积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阵呢，咱就会有一寡障碍，无顺。 因此变成了恶业。那圣人你去甲咱讲就讲六淫有过，自戒智慧，戒道行善，罪自消灭，如变一汉，将转依呢。伊甲咱讲，伊讲如果讲你若相信有因必有果，因甲伊成熟的时阵，伊就发作的结果。 只要呢，你改过行善，只要你用着忏悔的心去忏悔你的罪过错，然后呢，病情呢就会减轻真侪，你的罪就会减轻真侪。就咱想讲，你在病中得到了良药同款。那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讲，咱平常，咱所知影就是咱每一天。 伫即个年底的时阵呢，咱拢会有一个忏悔班。咱在前2天呢，咱伫忏悔班了的时，伫要倒去的过程当中，咱要对神奇的事，好的即个祖囝呢，伊甲我问一个问题，伊讲妈妈，我饲口已经3天啊，那呢，在第1天呢，要入即个忏悔班的时阵。 妈妈，你甲我讲，爱忏悔咱1天内底所做的罪过错。那我第1天来去入忏悔班的时阵呢，我真心向老母娘表达我1天内底所犯的过失。可是呢，第2天我要去忏悔的时阵，在要表达的时阵呢，我感觉讲，所表达出来的罪呢，会毋对呢？ 那和平当同款，今年拄啊第3天，第3天，去忏悔的时阵，嘛是同款，既然也是和前2天拢同款，那伊甲我问一个问题，伊讲妈妈，既然头前迄3天所忏悔甲老母娘忏悔的代志拢同款，有可能明年要忏悔也是同款。 那我明年若要甲老母娘忏悔的时阵妈妈，我敢会当毋免讲遐济，因为拢同款啊，就甲老母娘忏悔2年就好啊。老母娘，我今年所犯的过失，你查卖啊，因为同杀，和平当同款。那我听到同杀的时阵，我就讲，你拢无感觉讲你无改变吗？就甲讲无咧。 我着清口了后，3天去忏悔班。第1天我真正有用心忏悔，但是到第2天去忏悔的时阵，我发现讲，这个我丢当都讲过啊，我今年哪个同款？
结果第三天也是共款。那妈妈我明年要参会时阵，毋免讲遐济啊，我著甲老母娘去查就好啊。啊，著甲老母娘讲同上。吼，因为咱的规矩，伫咧互咱参会表达的时阵，迄时间足短。啊，我有当时我惊我讲袂着，啊，若讲无着的吼，惊老母娘会毋知影，啊，我著甲伊讲相共就好啊。那我著想讲，安尼代志大条啊。吼，我著甲我的祖囝讲，咱为虾米要来参会？吼，即个参会班，就是要互咱洗咱的心。吼，甲咱一道内底所做的做过程，所传的过程呢，用于咱的心呢，甲伊洗掉，吼，甲伊忏悔，求老母娘赦罪，互咱有机会改过。所以咱毋是圣贤，咱无上工会安尼讲会当有恶果。但是咱犯错的时阵，咱嘛爱有迄种真心想要改过的心。如果讲我著甲我祖囝讲，老母娘我毋知，因为老母娘是足慈悲。吼，无像妈妈来想起的时阵，伊拢讲妈妈哪有姑婆咧，吼，拢会足歹个安尼。你来讲，我就来讲吼，妈妈吼可能含老母娘无共款。如果讲你犯错的时阵呢，妈妈来你问讲，啊你是犯啥物错？你甲妈妈讲，我犯的拢含顶改的共款，安尼妈妈可能会甲你打屁股。吼，我就来讲，我可能会袂原谅你。那我的先生就甲我的祖囝讲，同上哦。罪加一等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咱在忏悔的时阵，咱爱用咱的真心表现，吼，有心想要改过，虽然讲咱无法度通一时间，就咱把咱的过失，吼，把咱的恶业，一时间改过去。但是只要咱有真正想要反悔的心，想要改过的心，吼，就是讲上天不杀会帮助，吼。好汉呢，会记起曾经在某一篇杂志内底呢，看到一篇文章，我感觉伊写了真好。伊讲，如果你是一个建立伟大功德的人，但是你无有真正爱心甲慈悲心，那么无有啥物了不起。好，下一句伊佫写讲，如果呢你的力量会当花动山河，但是你无有真正爱心，无真正慈悲心。那安尼嘛无算啥物呢？因为这个世界是由爱心所来建立的。吼，咱拢知影，就是讲这个社会是一体两面的，一面是善的，那一面呢是恶的。好，善的一面就是，吼，人甲人中间呢，就是会当互相帮忙、互相礼让，吼，拢是以着慈悲的心理来对待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内底呢，互人的感受就是讲，哇，这个世界非常的温暖。吼，互我做一个比如咱活动内底，咱成立了一个种植爱心会。咱所知影就是讲，加入的会员，因每一个月拢有缴着固定的会费。那会长甲父亲呢，因着用媒体或者是新闻杂志，也是有人伫咧推荐的。吼，有人伫咧推荐讲，即个社会某一个角落，有人真需要咱去帮助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吼，这个会员呢，就去拜访，去甲伊了解，吼，甲伊加以帮助帮忙，将即个实际做编群的产品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啊，反倒过来，一面是社恶，因苦。无情的世界，伫即个世界内底呢，人甲人中间，吼，就是互相计较、受分。伊会互人感觉讲，吼，伫即个世界内底呢，样要喘袂过，吼，气喘不过来，吼，会互感觉讲，即个世界内底呢是无情的世界。那咱甲看，咱今仔日拢会当遐尔啊幸运。来得不了先天的大道，咱就爱赶紧来行道，赶紧来办道，来活化咱自身的优良品质。在咱内心方面呢，咱来拄进咱自己心中遐需要；那在外方方面呢，咱就爱修好咱自己的德行。如果讲在内心方面呢，咱有慈悲的心肠。
含即个咱有缘的人教的时，咱就当规矩礼貌，对伊教有着一天。咱爱了解就是讲，咱今仔日伫咧修行，含做七人共款哦。无论是寒人还是热人也好，咱拢爱拼命除草。除草就是咱就讲除尽咱自己心中遐需要，该按时阵灌溉、甲施肥，等咱想讲咱来学堂听道理，来学堂研究道理，伫厝里研究道学。咱嘛爱知影讲要安怎消毒，去通清气。如果讲咱来当安尼，品质才会当优良。真理来了撇，咱嘛较有法度通自度，咱要去度人，咱嘛较有迄个功力哦。所以讲，咱学佛的人，咱爱有坚固的信念，咱爱去想着讲，为啥讲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修人拢是同修。但是呢，咱一路上行来的时阵，拢真顺利，真平坦。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咧行的时阵，咱就安尼，真坎坷。咱爱了解讲，这就是呢，咱在过去世，咱所种的因缘无好。如果讲咱有坚固的信念，深深去体会到一切艰苦，拢是咱自己所做的。那么呢？咱在悲伤的时阵，咱就爱感谢，就爱谢；爱得就爱得，好把去经营咱自己的心灵福德。安尼咱才当远离一切贪执的艰苦。第五点呢，就是爱后悔本来。第五点就是后悔本来，未记着文。如果讲今仔日，互我将即个着物袂记，咱倒来读，可能咱比较较容易体会。着物袂记的意思呢，就是劝咱人讲，咱毋通为着要追求名利、金钱。追求恩爱，追求享受，而袂是咱家己。有一天，即个小天互伊睏，伊在失真个树林内底，伫咧坐禅的时阵，伊就听到一对年轻的男女冤家的声音。迄位女子呢，伊毋知影佛道、佛祖，即个时阵呢，正伫树林内底伫咧坐禅。那迄位女子呢，伊就去走，走向树林内底。而即个男子呢，伊要共款，一直伫咧对着迄个女子。那当即个男子呢，入去到树林内底的时阵，伊看到佛道的时阵，伊就甲伊问，伊讲：你敢有看到一个女子走向树林内底？伊偷摕着我的钱包。即个时阵呢，佛祖伊就真自在。对着即个男子讲，伊讲要找回迄个毋知影去向的女子，敢要找回你家己，对一项较重要的。那即个男子呢，伊常常听到即个佛道所讲的这个话，伊无法度通了解，伊就点点呢，总徛伫遐。到佛道呢，伊就搁再一次对伊讲，伊讲要找回。迄个毋知去向的女子，敢要找回你家己，对一个较重要的。那即个男子呢，伊就醒落来，甲伊想佛祖所讲的这个话，伊将伊会当了解伊家己，袂记着文。咱人为虾米会袂记家己，忘了家己？就是讲一个人会被名利俗缘甲伊绑掉咧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伊看袂开，伊放袂下。一方面，因为伊面对着生活的压力；另一方面呢，因为伊面对着毋知影未来
怎？如果讲哦，一个人的生命，医生甲人看讲，你今仔你的生命剩几工尔，或者是讲你的生命剩一冬尔。互阿保证讲，咱连看袂开，放袂下。因为呢，咱现在所爱的遮，咱死了后呢，拢无法度通大倒去的。所以古代的道经呢，伊就将死这一字，伊将死这一字呢写大大字，挂伫伊的壁呢，伊的房间的壁上，就是时时去偏去面对着生死，面对着无常，警惕家己讲无常可能随时拢会到来。讲到这个死这个字，互我拢有当时会想着讲，互我细汉的时阵，咱若讲着死，阮爸爸妈妈呢拢会讲，呸，好的来歹事，好事来歹事煞。所以讲，咱细汉的时阵呢，都足惊死的。有当时就是讲，咱若讲要经过人的丧家，互我细汉的时阵，若要经过丧家的时阵，知影讲迄户有人过身去，若你行过迄条路的时阵，拢有够惊。第二人耳仔安咧，目睭安咧，因为走出面咧，甲家己讲我无看到安尼，若看到听着讲人若要出山的时阵，会经过咱的厝的时阵，拢赶紧去甲门关咧，惊讲迄死的人呢会来甲咱掠去，足惊死的，其实咱因为住伫平野的时阵，即款亲戚，咱以前住伫平野的时阵呢，咱的囡仔搁足细汉的。那阮大嫂呢，阮大哥因呢，就是搬去伫咱的厝的头前遐。遐呢，就是拢咧睡人的。听讲即个主家呢，伊是，就是搬去即个麻豆伫咧买厝伫麻豆。那主家即个主人过身去的时，伊就把即个尸体呢，把即个体呢，即个大体徛倒来伫厝里，那迄阵呢，互我阮迄阵我的囡仔迄阵细汉的时阵呢，拄仔拢伫咧面讲，有个僵尸片，暂时停止呼吸。所以囡仔呢，足爱看僵尸片的，尤其但是咧看的时阵拢真惊。我的囡仔细汉呢，迄阵我会走去阿姆遐佚佗，伊走遐佚佗的时阵呢，伊知影讲有一个阿伯过身去，那伊的大体呢，车倒来伫厝。我的囝呢，就去阿姆遐佚佗的时阵呢，遐佚佗，了就走过来讲妈妈，迄个阿伯啊伊穿迄衫啊，和僵尸共款啊。那我来讲，迄人若过身去拢爱穿安尼，伊就感觉安尼人若过身去拢爱穿像僵尸安尼伊就搁走去遐，走去隔壁遐佚佗。那无偌久的时阵呢，迄个隔壁的即个主人呢，迄个太太呢来找阮妈妈。伊甲阮妈妈讲，伊咧烧面纸的时阵，讲阮囝呢伫遐探头探脑，就甲迄个阿婆讲，阿婆，恁兜的僵尸偌久要跳起来？那阮妈妈就去甲回出来讲，歹势啦，迄囡仔毋捌啦。老师甲咱讲，这个老师甲咱讲，伊讲单打呢不如一只刀。咱这个体呢，这个当人因讲诚珍贵。但是伊用讲人生在人在，生比人无。即个像走离开即个体的时阵呢，人讲一生年都无值钱。咱若看，拄则互我讲人不如狗，是咱老师甲咱讲的。伊讲人若死呢，即个体叫做死体，对无？这若讲要卖人无人敢卖。但是狗若死狗人讲香咯。人讲迄狗叫做芳肉香肉，老师甲咱讲咱人呢不如一只猪。咱知影讲猪仔的肠就是咧底屎的，但是猪仔的肠呢，咱甲伊洗了后，佮伊灌一碗肉了，讲迄叫做香肠。那互我有当时就讲，咱人不如一只枪。人迄到妇女内底迄林芳，林芳佮伊叫林芳爷爷。林芳爷爷死了后呢，较侪人去甲伊做死。咱人毋是咱人若死是讲，摕来菜市仔卖，讲看人要买无。有人要买，有当时咱囥伫厝里，若囥一个
伊甲我掠去。所以老师甲咱讲，即个体是假的。如果讲咱在一生当中，咱大家拢咧追求，讲咱现在看到讲这拢是我的，安尼咱真正是礼比中物。咱真正是会互伊为着讲咱有敢若歹的反感，咱以为讲这是真的。但是你敢有想着讲，咱若是生不来的，吼，细个时阵咱有带啥物来？人家8岁年老的时阵，咱嘛无法度通带啥物倒去。吼，人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吼，咱爱有迄个，吼，咱爱讲哦。咱今仔修道呢，咱就爱有眼大会讲讲，咱爱有智慧去来看透一切。吼，因为马祖天尊伊甲咱讲哦，伊讲人间世事，一切因缘，吼，就如同呢水内的水泡共款，伊会起也会灭，是虚幻无实的。就是讲，人间咱在世间所看到的遮，吼，迄个咱讲讲真珍贵，哦，这间厝是我赚的，那么这珠宝是我的，这拢是我的。但是呢，伊却是呢在圣贤内底呢，先不是讲这咱上世共款，这无代志。相当伊会甲伊看好，人家讲，咱讲这珍贵的，伊会甲伊讲，迄咱上粪土共款的。吼，因为呢，咱人间嘛8岁年头，咱啥物就拢无大得哩。吼，所以讲咱毋通为着名，为着利来用去咱本来的自信。咱真应该也是着讲，咱在平常的时阵，吼，咱拢会顾即个体，咱讲即个体是我的，吼，即个体是上珍贵的。但是现在你讲哦，即个体呢，吼，不如一只狗，不如一只猪，不如林荒爷爷呢。吼，如果咱今仔日会当真正去来识透世间一切的假象，安尼咱确实真正会当，吼，会当想要去来顾着咱的自信，咱会想要去护卫咱本来的真面目，咱才当达到超生了死的生活。像啊，佛学来讲安尼，吼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咱有一个感受，吼，以前吼啊真惊死，啊若听着死。是大甲咱教就是讲好事来歹事断，所以讲咱即下大汉了后，在进修的过程当中，咱课中吼就是讲这个开空气的时阵，咱会去家己念香。但咱看到的就是讲，这位代表，这位真贤，伊虽然开空气，但是呢，伊得老天上，吼伊命老人间，就是像咱阿母舅啊共款，吼伊的德性呢，永远拢留伫咱的身躯顶。咱来看，咱过去的祖先，吼，在座一定有人是为祖先遐得到参园厝地，得到了财富。咱过去的祖先，咱个是大人，因是毋是讲，吼，透早出门去做工课，暗时啊暗暗才倒来，吼，不来趁，毋甘食，欠吃欠饮，做无做买，但伊到尾伊搁得到啥物？伊搁带走啥物呢？吼，伊搁带走啥物啊？咱来了解咱人来即个世间，甲咱带了罪价值。吼，啥人咱带了罪价值？咱大家知影就是讲，明明白拢是人，你看有个人一生当中，吼，伊遐尔啊享受，毋免食，毋免做着通食，那有个人一世人内底，吼，若讲饼呢，吼，饼3顿拢毋知影食，但是呢，伊原是平静的。所以讲，咱爱，吼，着爱看着咱自信的去家己修持，比讲是也爱道行公标观。因为时间要到啊，那么佛学呢，最后着以着结论呢来甲咱，吼，做结合。